拍远20外档的中华县定古迹北斗的远东戏院，最近公所甲私人的股份拢买回来咯，要开始来推动征收活化的计划。公所表示讲要改造这文艺展演的场地哦，卖甲戏院当初留落来古董文物整理来展出。柜台边仔大海报是戏院当初时播送的最后一出电影。中华宝岛镇的远东戏院拍远20外档，中心行入摆戏院内底，1楼卖票入口，演员休息室，物件还阁维持原样。尤其2楼这2台电影播送机已经有超过半世纪的历史。放映机是伫咱民国45年开印的时阵，一直维持到现在，这么应该算是古董级的迄个国宝级的文物咱若建筑物维修了咱会想办法来甲这2只迄个放映机来甲伊维修恢复伊原来的迄个方法。1956年起造的远东戏院是公家甲民间合作经营，当初时毋若播送电影，嘛有布袋戏歌舞团才会巡演。戏院伫2016年登录做历史建筑，镇公所去年甲远东戏院民营的产权拢买回来，目前正咧向文化部申请修复补助经费，要拼明年动工。所有的迄个民营的产权拢伊家买倒转来，建筑物。甲土地的产权拢已经属于宝岛镇公所，所以咱即马才有迄个统一的权责来甲伊处理安尼。伊伫咧宝岛的市中心，即个后方是要变做文化连接的中心。戏院内底的即个舞台变做像古早的迄个运用，毋是安尼，是爱有互人看到历史的深度啦。地方文书工作者表示，远东戏院过去是宝岛大家族的花园，有些私人的蚵仔是培育地方人才重要的基地。未来重新开放戏院，嘛期待当加入地方文书的小界，互众人了解这块土地历史。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